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爬荒台语安尼写，爬荒。田地弃耕，任由荒废，也就是土地无人管理，杂草丛生，台语拢会当讲是爬荒。当年才发生大地震，篱笆壁破，死伤惨重，大部分的产园厝地拢爬荒了。庄脚探无食，少年人拢离乡背井出外去讨炭。是大人过身了后，产地家园就慢慢啊爬荒了。爬荒的爬鱼啊，撒网捕鱼。我有伫绿岛带一阵仔，三不五时拢会对当地渔民去爬鱼啊。爬近路，抄近路。伊是在地通，要安怎爬近路较紧到位，伊拢另外知。爬走，四处乱跑。伊哟拿野马，厝踮袂牢，一天到暗四界爬走。爬荒的白话念趴，文音念抛，像抛绣球。民间的传说，当年宰相的查某囝王宝钏，就是抛绣球选平民四平贵来做红菜。搁来抛砖引玉，就是甲较粗俗的砖仔抛出去，甲较珍贵的玉仔引转来，就是家己先来做，带动别人做伙做。像讲李长伯啊，出钱出力，就是要抛砖引玉，带动更较侪人做好代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爬荒实在真趣味。